国立台湾图书馆和正大的林秀铁教授合作，用1年的时间，把日本时代家人的乡土教材，重新用台文、华文翻译做一本新册《咱家人》。教授表示讲，这本乡土教材会当讲是日本时代记录台湾上完整的册，对乡土教育来讲有真重要意涵。现过册通看到家人讲伫日本时代的相片，这个相片是为1934年日本时代家人商业孙尚小学校出版的乡土读本，我甲家人扫描出来的。这本册是日本政府为了推动乡土教育出版的学校教材。国立台湾图书馆甲正大名誉教授林秀铁合作，为日本翻译成做《咱家人》这本新册。来昭和迄个年代，乡土教育真发达，过来就开始没落，因为国民党追求的是中国意识，所以本土民也是压制。1990开始民主化了以后，本土的意识佫开始压起来。从迄个时阵开始，才有法度甲昭和时代去连做伙。林秀铁讲，这本乡土教材会使讲是记录台湾上界完整的册。伫咱家人当中，除了有日本时代乡土教材的原件扫描图，也翻译做台语甲华语，互读者通以3种语言对照来读。对本土精神来讲，应该翻做台语，所以这本册用台语佫重翻一摆，变作是3种语言对照去出版的。它代表的是台湾对外的门户，包括西班牙、包括荷兰、包括日治时代、包括清朝等等这些，它也是一个交流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地。国立台湾图书馆表示，这本册为2023年开始，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出版。望咱家人这本册，通对台湾历史的研究、本土语言的推广有正面的影响。记者郭文成、准由新北报道。